巴黎教会对冬奥教会第一场地，教会女子甲组冠军赛，华林教会对乌来教会。C 场地，教会男子甲组季军赛，乌来教会对比斯坦教会，请预备。去忙哦。不会了，我有点瘦，脚上伤了，很可怜。就差你的，我要跟这2分钟都没有，我要给谁了呗？好，今天又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，关键的时刻是我们巴林对冬奥，这个是这是去年的一个战况哈。那我们先发，目前在场上的是宜里、保中、义安、宋军跟还有那个是嘉恩哈。好 ，OK。现在开始冠军赛。OK， 好。现在的战况非常刚开始哈。那我们线上的家人持续为着我们巴黎的家人们来打气。好，现在抢到中军抢到球，好，保中投。目前是2比0。好，线上的家人为他们来祝福。好，现在冬奥也是目前是2比2。好，现在目前是义安在持球，目前是传到中线。好，重金，遭到包夹。好，脚踢球。目前是巴林的球。好，场边发球，嘉恩。好，宜里。好，嘉恩。好。目前的比数是4比2。好。冬奥踩到边线球，目前的比数是4比2。第1节开始。好，好，赛程非常的紧张。好，犯规，冬奥犯规。好，冬奥犯规。好。场边发球，好，我们的家乐团非常的热心哦。好，现在拿到球，保中，现在的比数是。还是没有加吗？有加了。宜里的3分。好。义安。好，准备发球。现在的比数是6比5，目前是巴林暂时领先。好，给保中抢到球，快攻，义安，好犯规，犯规。好，
场边发球。现在比数是6比5，第一节开始，6分17秒，场边发球，一安。好，交给宋军。宋军拿到球，犯规，东奥犯规。好，场边非常的激烈，非常的激烈。好。冬奥的快攻非常的快哈。好 ，M1 哈，加罚1球。目前有冬奥的8号来发球。好，伊里抢到球。保中，好，保中进。目前的比数是8比7，目前比数是8比7。场上非常的激烈。好，好，伊利弹到球，好，宋军，好，犯规，冬奥犯规，好。好，目前是场边发球。好，现场的家人为我们巴林的家人们来鼓励哦。好，嘉恩。冬奥的场边踩到线，目前的比数还是一样，8分3分，现在目前的分数是8比7，第一节剩下3分50秒。好，外围，好倒中线，好，好脚踢球，好，持续为家人来做祷告。好，快攻，好，刚刚的快攻。好，请同工何念新传道师到台前，请何念新传道师到台前，谢谢。好，保中的2分。现在的比数是10比9，第一节还剩下2分50秒。好，冬奥金尼科目前的比数是11比10。好。保中，好，空军中了一颗，比数非常的接近，好，冬奥进了3分，目前是14比12，巴林伊里的3分，好。冬奥的动作非常的快哦。好。大会报告，吕亚牧师请到台前来。吕亚牧师，请到台前来。刚刚冬奥进了1颗，然后加法。目前的比数是16比12。
前的比数是12-17。目前胡氏主上场后，嘉恩现在下去休息，体能的转换了。对。然后现在陈一安拿球，准备要做一波的攻击。刚刚在传球的时候有一点小失误。东奥这里放了一个冷箭哈，进了一个3分。好，持续的为我们80鼓励下士卒。好，场上非常的激烈哈，非常激烈。加法，第一法没有中。好，第一节剩下13秒，现在的比数目前落后哈，21-12。目前的球权在东奥。篮板球抢到，好，第一节结束，好，谢谢场上的家人的鼓励，第一节结束，目前的比数是12-21，OK，我先上厕所一下，这样过来接。武大游戏只是平安，目前第一节结束。比数东奥21-80-12，9分的差距。第二节准备开始，东奥发球。
比数依然没有变，东奥21，8012哈，9分的差距，80加油，东奥加油。目前罚球的是我们的打样的谁面吼，8分的东奥球员刘爱哲，拉路打样啦马赖。即将要前往日本发展的职业球员吼，感谢神，80教会的青年能够跟他一起用球技来荣耀神吼，非常棒，加油拿球。太酸了，我讲。好，在那个前线的位置比较好。那一个。好。目前的比数。OK。目前的比数是12-25。我们一样仍然在线上为家人们来鼓励一下。好，传球失误了哈，没关系，我们就为他们持续来鼓励一下。好，第二节剩下4分18秒。篮板被保中拿到了哈，像目前一样，保中。目前是26-14，目前到加法。真的哦，没有，他先平手，然后也再逆转。加法进。目前还是由东奥的球权。现场的啦啦队非常的认真哈。
带球撞人，现在球权在80这个地方。好，场边发球。伊犁3分。好，太滑了，给啊！好，刚刚非常的激烈啊，刚刚非常的激烈。好，目前的比数仍然还是维持26-14。目前是落后的哈，在线上的家人一起为他们来做这个这样的一个鼓励哈。好，伊犁打球篮下，好犯规，好，伊犁拿到了2罚的机会。目前的比数仍然是26-14，时间目前剩下第2节剩下1分47秒。好，伊犁加油！好，目前换下的是4组。好，加油！大罚，好，第一颗进。目前的比数是27-15，目前仍然落后。好，这一节剩下50秒。好，80目前很积极的来防守。好，回进，好快攻。好，伊犁快攻，好，易安，好，带球方，哇，撞到，刚刚我们的球员，稍微被这样的一个伤，好，还好伊犁已经站起来了啊。犯规，仍然为巴营来加油哈！好，目前的比数是29-15，剩下这一节剩下15秒。好，开始慢慢的来，伊犁拿球，伊犁拿球，好，目前伊犁拿球，易安3分。非常的激烈，非常激烈，对，这个非常激烈，对，非常激烈。好，关心，好，现在的比数，剩下是目前的分数是10-29。好，线上的家人，一样哈，持续为着我们的家人来那个哈，对，好，加油加油，好，加油，好，对，好，
加油加油！好。刚是接到，要不要去那个先给你们？等一下，如果0号宠物那个他有下来的话，就让他盯着。谢谢，我怕他那个刚刚很大声。好。现在是巴黎的球。秀秀3分。好。一样射3分，目前的。大会成功，大会成功。21比29。对讲机的，请送到台前。好，一拿到球，很好。成功。好。还有谁有对讲机的，请拿给礼物传报师到台前，谢谢。啊，速度非常的快哈。啊，非常的紧张。好，一定拿到球，然后好，一安。非常激烈哈。对，对，好，拿到球，对，好，一安，好，不错，一安连续的3分，目前的比数是24比31，现在一安要加罚2颗，线上的家人继续为着我们的球员来那个哈。好，一安，好，一安第1颗，好进，好，对，第2颗进，好，目前的球权是冬奥的，好，现在非常激烈，现在好篮板，体力强盗，对，好。现在对，好，现在是一凡拿到球，好，非常激烈，好，吃足，没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没关系哈，好 ，OK， 现在送军上去，好，现在的成绩战况非常的激烈哈，线上也好 ，OK， 好，现在对，好 ，OK， 好，冬奥进了2颗2分球，现在的比数是33比26，目前80占据落后，好，一安，好，我们的依林。好，依林来，好，一安，没关系，好，可以进，好，这样，好，篮板，好，加油，好，目前的比数是35比26，好，依林拿到球，好，一半。一粒3分，好，现在的球是冬奥的球哦，好，大家非常的用心，这场的甲组冠亚军哦，非常的刺激，好，现在目前是冬奥教会的球权，好，也为我们巴黎。现在目前的23分，好，冬奥1次投球的失误，好，目前由一安来做场边的发球，好，目前需要来，好，苏恩现在把依林先暂时的放下来，好，保中进了2分。目前的比数是35比26，好，宋俊拿到球，好，目前一安拿到球，来，一安现在目前做负责导球，保中，哇，对，好，不错，现在的分数慢慢拉近了，
目前是35比30，目前落后5分。好，巴林的投员非常的认真，对，篮板。啊，对的。好，我们在体力上大家都一样哈，但是在身高优势上，冬奥的身高优势比较占优势。中军，好，中军2分，好，没有啊，很可惜，没关系，好，没关系，啊，好。好，冬奥的一个篮下，然后造成现在的那个加法1颗，好，现在目前由冬奥现在伊犁又上去了，现在先发目前就是保中、伊犁、李李、宋军，还有一安，嘉恩。OK， 好，现在目前在我们这里，目前的比数是41比30，这一节还有3分50秒。好，保中。没关系，好，不错哦，他们的球权非常的这场冠亚军非常的紧张，现在的球权在巴林不是现在球权在冬奥，好，保中传到球，好，现在好，伊犁，好，目前大家非常的紧张哦，好，挡切，一个失误，快，好，没关系，现在的成绩是30比43，好，这一节还有，好，加法，宋军一个加法球，好，宋军现在要加法2颗，好，很精彩哈。我们都是为主打球，当然看见这些选手非常的用心，也看见不论是巴林或冬奥的选手都非常的用心。好，第2颗罚进，好，43比31。好，目前是冬奥的球权，好，非常严密的防守。好，篮板我们抢到，好，非常的快速，一安，保中，保中的那个，不错，目前是43比33 ，OK， 对。好，现在非常的紧张，对。好，没有，好，篮板被我们抓到，好，对，好，一安，没关系，好，没关系，一安，没关系，很好哈，对，投篮。冬奥目前这一节
剩下20秒，比数是46比33。哦，冬奥犯规，哦，冬奥犯规，好。好。场边。非常的认真哈，非常的认真。这一节结束，这一节结束，然后目前的分数是46比33，目前由冬奥暂时领先，暂时领先，对。好，这一节要预备开始喽！好，加油，为巴黎献上就是满满的祝福。3节，好，第4节开始。第4节开始。目前的球权在冬奥，好，非常的激烈，非常激烈哦，非常激烈，好，给我们都，对啊，刚刚一个失误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们就一起为他们来加油鼓励哈。对。好。刚刚冬奥的一个3分，好，对，非常的辛苦。好，加恩的。大会报告，有没有人遗失 Moulton 的一颗篮球？篮球上刻上南澳，主权在我们有一颗 Moulton 的篮球，上面写着南澳。小踢球，目前的球如果有遗失的，可以还是在巴黎哈，跟大会领取。好，迪迪，对，没有，好，冬奥一样在进颗，好，目前的比数是51比33，最后一节剩下8分钟。他们的防守非常的严密哦。好，巴林现在叫暂停。目前的比数是33比53，33比53。那目前。一样就是剩下7分49秒，为线上的这些球员们，给他们鼓励一下。好，加油加油，加油！好，
目前场上先发，易安、嘉恩、宝中，还有以礼、宋军，球权在我们这里，刚刚就是在投球的时候稍微有点失误，这边球员非常的认真哈，在这里体力大家都有，但是因为身高还是有点差距，但是看到80的球员非常的强，现在抢到球，快攻，易安，好，伊里拿到球，伊里克，好。让那个冬奥的一个快攻，有，收到是。不错哈，他们非常的认真，好，80，我们的施主拿到这个篮板球，现在拿到了1颗2分。非常的激烈，非常的激烈。好，伊里拿到篮板球。好，关系哈，这样就是非常的认真。好，苏恩，保中，2分，目前是不错哦。现在比数是57-37，57-37。现在这一节剩下5分03秒，对，5分03秒。好，为我们的球员来加油打气哈。一样，仍然场上先发的，还是一样，就是易安、以礼、世祖、保中、嘉恩，好。好，刚刚还有谢谢，你变这样，你变这样，好，继续为他们来加油哦。好，篮板球被伊里抢到。好，失主，好，没关系，对，
刚刚不小心有一个冲撞哦。对。好，冬奥加罚。好，第一颗没进。对。好，第二颗。好，第二颗进。好，目前的比数，一样有一个拉锯哈。好，失足在篮板。好，失足刚刚在篮板的时候，就是被冬奥的球员把球拨出去。好，现在伊犁拿到球，宋军，好，嘉恩，宋军篮下，好，宋军篮下前2分，对，宋军2分，对，对，不要，对，对。好，现在的比数是59比39，最后的第4节，倒数5分钟，今天的赛事就会将结束。我们来为 A 场地的无赖教会跟比索干教会说加油！我们也为在 B 场地的华林教会跟乌来教会说加油！好。A 场地是我们的80队冬奥，加油！谢谢你们的精彩好球。好，因为现在剩下2分钟了哈，那就是把一些就是在场边的这些球员上来历练一下，真的是非常的精彩，对，非常的精彩。好，目前先发就是世足、世贤、宋军、李用，还有素恩，对，好，对，好，好，目前是我们80的球哈。就为主来打球为主来打球现在的现在是用对，好，对，目前拿3分，苏恩，冬奥的球非常的那个当然。在每一个球场里面会有不一样的结果，但是我们都用心的为主来做见证，为主来做见证。好，目前场上的仍然先发，这是苏恩、世贤、世祖、宋军一用，好 ，OK。现在一样，场上的仍然是持续哈。那当然在球的过程当中，对，好，对，世贤的球，好，目前剩下结束还有50秒，冬奥的球，好。目前非常的场边有点传球的失误，传球的失误，对，
好，谢谢我们场上有很多的加油团哦。场上有很多的加油。我们也有很多线上的家人在线上为他们加油哦。这时候也是一样，就是多多的来，一样就是一起来吃前快攻目前剩下18秒就终了了哦。12秒，结束了。好，目前的比数，也恭喜，这是无论是中奥或是80哦，分数是39比65。这里有更多的。好，谢谢线上的家人，也谢谢所有的球员的辛苦哦。好，那就是今年我们以甲组第2名坐收。好，谢谢喽。好，谢谢。我们因为冬奥有很多职业球员哦，甚至是从被签到日本联赛的艾辰也在我们当中。今天的分数是39比65哦。那看见我们的教会也非常的用心。好，直播到这里喽。好。